再一個4歲男童證實感染 H5N1 病毒。私人機構如果冇法例授權，唔可以向市民索取身份證資料。金大中當選南韓總統，話要復甦經濟，同北韓對話。新聞嘅詳細內容，衛生署證實再多一宗感染 H5N1 禽流感嘅個案，患者一個4歲嘅男童。依家證實感染禽流感病毒嘅人係增加到8個，另外2個人係懷疑受感染。研究點樣打撈沉咗落海底嘅飛機，咁至於失事現場嘅最新情況呢，交俾我同事陸俊強㗎。陸俊強，唔該你。唔該你嘅鄧景輝。咁而家工作人員咧經過接近24個鐘頭嘅搜索咧，而家搜索行動咧仍然係繼續緊嘅。咁望出嚟咧可以見到咧，仍然有幾艘船隻喺出事嘅現場附近係搜索嘅，剩低嘅3個失蹤者。咁事件之中咧有6個傷者，其中1個情況危殆，4個情況尚好，1個就已經出院。咁政府多個部門成立嘅一個打撈小組，整日都有開會研究幾時可以打撈架飛機。由廖宗平報導。